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杨淑晴。这礼拜要来看台湾文化协会参廖添丁的故事。先来讲到100年前，也是日本统治的年代，台湾社会一群知识人成立一个主张台湾文化的组织，号做台湾文化协会。虽然这10年的时间，定位推动真济政治甲社会运动和总督府瓦解，不过文协对台湾社会来讲，也是有真大的文化启蒙意义。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最近就有一档展览，咧绍介100年前文化协会甲社会上较外显的人士实行的休闲活动，希望大家进一步了解迄当阵的社会甲人物。好，我们这次这个趣味展呢，基本上就是从这本《台湾人世间》去做发想。日本时代台湾重要的政治文化媒体台湾新民报社出版的《台湾临事感》内面小解迄当时日本甲台湾社会侪出名人，都会介绍他们的家庭背景，然后还有他的就是职业的一个成长。那最重要，其实它里面最特殊一点就是他会介绍这个他们每一个人的兴趣。好，那比如说可能蔡培我喜欢音乐啊，然后林献堂可能喜欢有一些汉诗或是一些围棋。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表示，配合100年文协活动，这站是用较软性的角度，先了解迄个年代的社会，豆豆出现休闲的观念，一寡文人的兴趣是啥物？林献堂是咱因讲台湾头一个去环游世界，然后伊将伊看到的拢家写做游记啦吼，才寄转来台湾民报发表。互大家拢会知影讲，其实原来伊伫咧西方看到的世界是安尼。展场内底嘛有无记文协成员放电影的场面，互大家了解因是安怎来推广想法理念，嘛有互动的体验，互民众切看卖家己的个性是甲倒一位人物较相像，透过兴趣进一步来认识100年前文协时代风云人物。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日本时代，台湾社会出名人，毋但有蒋渭水、林献堂这文化协会带头人。若讲到当时的传奇人物，可能真侪人会想到有遗产名号的廖添丁。传说讲伊用偷来的钱救善一人。过去这100年，嘛有真侪歌册、广播、电影等等来讲伊的故事。这阵嘛，甚至还有人设计电动游戏，毋但有台语版本，连字幕嘛是台文。添丁啊，你完全唔知影未来要面对的是甚物款的挑战。传奇人物廖添丁用漫画风格出场，背景抽转去到20世纪初的大稻埕，对着画面带起游戏世界。团队的人都喜欢台湾故事，然后都喜欢动作游戏，所以我们就去找台湾故事里面最擅长动作的，就是台湾义贼廖添丁这个形象，也是各种文化冲击的时代。动作美丽有下一条红卡筋是廖添丁对付日本警察也是官兵的一项武器。游戏公司用关卡，互耍的人会当利用游戏手环来控制闯关、拍魔王。像关卡的魔王就是参考历史的间谍川岛丰子，而且为着营造迄个时代的环境，界面嘛特别用台语的口碑来对话。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台语跟日语为主啦。那廖添丁主角这边一定都是讲台语。做到这边的时候，就在想，那你游戏里的界面或那些道具说明，是不是应该也要一起台文？首先，要有一部6天，第一部6天，而且运气一直卡尖。无论对付敌人的步数还是武器，像画面这就说明是错上啊的家私，地景顶顶嘛有台湾街仔路市场，日本时代第8城的氛围。就是那时候有去找这些实际的地点，然后像是说台北城隍庙，然后还有三井仓库啊、北门町啊这些，我们都是真的照着它的外貌去把那个相对的地理位置做进来。游戏团队用2档歌的时间设计游戏，按算21月初来上市。嘛，因为设计团队内底有成员咧学台文，这想讲较输有耍的人对台文有兴趣，无的确游戏嘛通有教育的意义。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不只是民间的娱乐，伫文学界，国立台湾文学馆嘛捌出版一本廖添丁路南人年社有声册。甲廖添丁的故事，甲台南文化甲做伙改编，
用歌册方式制作有声动画。台文馆馆长苏世斌嘛讲，歌册当中廖添丁的故事上界出名，所以才用伊来做主角，嘛通互外界看到无共款的台语文学。一个身边的歌来排比，买念添丁哦，一歌诗啊。简单的就样，字幕有白话字甲罗马拼音，佮用台语配音。这廖添丁落南的有声册是国立台湾文学馆第一摆做的，这几档台文馆致力台语甲儿童文学，这嘛是儿童故事的第3本册。啊，第3本的就是咱即摆看到一本廖添丁落人人年下歌吼，啊，这主要是用廖添丁来做故事。廖添丁一个英雄，啊，伊呢到南部来，本来是北部人到南部来，啊，勘遐个地方的士绅有一寡人吼，人就是去遐挑逗，啊，去遐作弄吼，即个意义。台湾文学馆伫去年底出了这本《廖添丁落南人年写歌》，用绘本甲手歌册方式，请老师甲同人知的民间团结人物廖添丁的故事，用伊自北部坐火车到南部，甲翁姑走美警察戏人心事的代志，讲互大家听。歌册呢，伫咱台湾的文学馆有真侪的收藏。啊，这拢是阮的珍宝。啊，内面呢上界出名的故事，那一定就是这廖添丁啦吼。因为廖添丁是历史人物，啊，而且佫有一寡传说吼。啊，所以讲一寡真的假的掺做伙，互这个故事佫较趣味。台文馆表示，廖添丁伫日本统治时有记册的名号，伫台湾民俗来讲是真重要的人物。另外，这本册会选用歌册来呈现。嘛要传达过去民间俗文学，嘛会当用更较活泼的方式来理解。歌啊，吼，也是讲咱的囡仔歌，拢有一寡押韵的特质，吼，啊，用这个押韵的特质，吼，这个文学用的使用的语言，更较活泼，更较生动，啊，更较会当给人记忆起来。将近16分钟的有声册，用连歌的歌调讲故事，廖添丁落南人年写歌，甲民间传说改编创新，互外界看到另外一种版本的廖添丁。记者伫甲文理福凯台北报道。这个资料其实留落来真趣味，为这张户口簿内底，阮就会当知影讲，伊迄个时阵伫日本人的眼中的廖添丁就是一个真恐怖啊，真要好好管待的一个人。欢迎来代志挂大条。其实10月18日就是廖添丁过往120档的日子，伊是日本时代的人。这100多档内有广告、念歌、戏剧，甚至是电动游戏，拢是以廖添丁做主角。到底为什么伊伫台湾会遮尔请咧？今日咱就邀请到故事团队的梁恒来甲咱开讲。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故事的梁恒。梁恒，咱若讲到廖添丁这个人，可能袂感觉偌青魂，但是较侪听到伊的代志，可能拢是民间流传啊，或者是后来改编的。伊伫咱实际上敢有留下啥物款的记录？其实廖添丁这个人的后壁，尾后即马大家拢知影伊这个人的故事，就最重要的代志就是讲有一个5六天，可能阮爸爸妈妈迄个时阵有听过伊咧讲古，啊咧讲廖添丁的故事安尼。啊，毋过呢，因为我家己咧读历史，确实有影就是廖添丁留的物件无济，啊，毋过确实有留一寡物仔，互阮遮会读历史的人会当来去了解。你讲的资料是啥物款的资料咧？就我会当互大家来看者，就是各位观众朋友会当先看即张，即张就是廖添丁的户口簿。迄个时阵呢，伫若无记毋着的，伫17年的时阵，伫一个有人找着即个资料啊来甲公布出来。你会当看到吼，就是讲廖添丁这号做伊的储户部，就是讲伊已经无住伫即个所在，亲像即马若是咧搬厝嘛，刷户口、刷户口对，所以讲会记录着内底讲伊无搁继续住伫遮。啊是安那伊无要继续住伫遮呢，就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安那，阮会当看到遮有一个4。1、2、3、4的4吼，啊，这是啥物意思呢？因为啊，廖添丁，阮拢知影讲，伫迄个时阵，伊就是安那，日本警察大人的眼中，伊就是为非三者的强盗，啊，搁有毋敢若是偷人的物件，搁尾仔搁有伫遐甲人杀人，对，犯下杀人罪安尼。所以讲，这时阵呢，伊这4的意思就是讲，
迄个时阵，伊就已经犯到超过4次的刑罚，所以讲伊离开伊一开始住的所在，伊的故乡。一开始的廖添丁是倒位人？伊是台中人，伊是明治35年出生的。明治35年出生，安尼算起来就是咧清朝的时阵啊。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安那，伫这大家当看到这吼。这是数字。这是数字哦，日本人足奇怪，因足介意写数字，甲人分类，这就是因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讲。因管理的方式吗？对，因为因感觉讲要甲人啊，伫做分类，就是这件代志会当很明确的知影讲，对付这款的人，我要安怎甲伊对待。譬如讲，遮写的伊的总别遮写3，那呢，事情会当又看卖1、2、3，倒一个是上乖的。上乖一定是第1名。无毋对，第1名上乖的人。所以讲，你看即马聊天顶遮写3，就是伊安那上无乖。为着要知影，为着要好好啊统治遮个人，所以日本人甲遮台湾人做分类。第一等的人，伊就是差不多半冬的时阵，我去甲恁兜看看，洗洗闹闹的，看你敢有伫为非善罪，你敢有乖乖住伫遮。啊，若是第三等的人呢，你就知影嘛，就是讲伊上歹的。我若是无记毋对的，就是每一个月，还是每一礼拜，拢会去甲你请安问好。有小可监视迄种感觉对无？会当安尼讲，所以这个资料其实留落来。真趣味，为即张户口簿内底，阮就会当知影讲，伊迄个时阵伫日本人的眼中呢，廖添丁就是一个真恐怖真要好好啊管待的一个人。以即个记录顶来看，感觉伊是惨嘛，就是日本的官方记录来看是惨，但是咱民间流传的感觉伊是义惨。这到底伊是惨还是劫咧？伫咱台湾人的心目中，伫台湾人的心目中，其实嘛是分足侪款的。你譬如讲，若是讲。因为有贼，就是有用即摆的讲法，就是有受害者嘛。你若是恁兜的物件去互廖添丁偷物件，你当然嘛会感觉讲啊，即个人真正毋通哦。其实阮感觉讲读历史就是安尼，无绝对一定的讲，伊绝对是对的，还是毋对的，正义还是歹的安尼。廖添丁到底是一个贼还是义贼？这件代志，我感觉讲要看用啥物人的角度来讲一件代志。你的身份无共款，我着看你无共款。我若好野人，我可能做惊你的。但是我若是善遮人，可能会感觉配合你的行为着对。因为听讲伊是来偷摕好野人的物件来救善车人安尼讲法。是，这个讲法伫至少伫历史内底，就是看我即摆看到的资料内底，并无安尼真正就是证明讲，伊真正摕 A 的物件，摕好野人的物件去甲善车人救刣。啊，毋过呢，有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讲是安那有安尼的形象。伫战后的时阵，因为无足侪聊天顶的资料，所以讲伊就是把伊的形象用讲是义贼就是劫富济贫，用即款方式用小说，还是讲用剧的方式，互大家知影伊的故事。对。所以像我头才讲法，就是咱民间流传的一种定听到的讲法，伫咱心目中会感觉讲的，就敢毋知是真还是假，但是这种神秘的色彩会互人对这个人物更较侪好奇，还是更较深入的讨论嘛。无毋对，无毋对。所以咱若个讲到啊。有人因为身份无共，还是讲迄个时代的整个气氛的氛围，家己营造做义贼安尼嘛，有一种讲法讲伊是民族英雄，迄嘛是迄个当时的历史现象去营造出来嘛。其实会当确实有影会当安尼讲，就是讲会当想用一个方式来思考，就是廖添丁伫日本人的眼中就是一个为非善罪的贼嘛，甚至而且讲无你会感觉伊是迄。恶贼，还是讲土匪迄款的形象，其实台湾内底咧做聊天顶的研究的老师，嘛是算讲足济。我会当就是遮个老师有整理一个图，我就想讲，互观众朋友会当来看。这清楚，伊捌做过啥物款的？对，这是安那，就伫台湾的法院内底去互伊的判例，就是讲伊犯。今天看判刑的。他的初犯案是伫1900年迄个时阵，迄阵伊几岁啊？伊迄个时阵我若无记毋对，应该是差不多18岁，就是。18岁啊，对对。有一款讲法就是讲，伊少年的时阵就是。有去学功夫。有去学功夫，伫市街内底，甲遐个就是三教九流的人做伙来学功夫，伊就偷物件，迄个就是少年啊，就是咧偷物件，偷的，就是你看。头尾，你真正伊的名吼，伊后壁的判刑真正是愈来愈重，对，无毋对，就是讲愈来愈大条的意思吗？犯罪案，还是？一个是愈来愈大条，另外一个就是安那，就是讲你不知悔改，对，不知悔改。那安尼
到台北了后，后壁会当上会当讲的，应该是伫1909年的迄个时阵，观众朋友有机会会当去迄霞海城隍庙内底看卖。其实廖添丁有影嘛伫内底，是安那伊伫内底呢，就甲即条台北这条1909这是年。伫大吊亭犯罪的吗？无毋对伊偷摕物件。这就是伊伫大吊亭内底，迄个做的犯罪，就是讲我会当甲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讲阮较早咧读资料的时阵，三不五时就爱看遮龙飞凤的字。是啊，这字我看无，我敢找着聊天顶上的字尔。是啊吼，聊天顶上啦。毋过有另外一个关键字啦，就是伫大吊亭遮大吊亭。伊迄时阵1909年，伊迄时阵想要创啥？伊要去偷摕物件，偷摕伊家己的头壳脑筋动着啥物人的身躯的林本源。若是要甲人偷物件呢？一个人无法度做，所以伊就去召集好朋友3、5好友们，做伙来去做即款的代志。若是真正要撞入去，你要有家私嘛，对无？绝对要有家私。所以讲伊安怎做呢？伊就先偷林本源内底的物件，不打紧，伊搁想安怎？我想要有枪。迄个时阵倒位上有可能有枪？警察局。系啊，官方的所在。官方的所在。伊去偷摕警察局的枪的对。无毋对，我就真正是真佩服伊来讲。伊偷摕枪，敢有成功？第一届有。第一届有。嘿，算讲有，应该是。第一届，所以佫有第二届。佫有第二届，就是为即个时阵开始，日本人吼。对于真正是日本政府还是讲警察代理，真正对伊忍无可忍。对啊，这伤超过啊！真正伤超过。对日本人来讲，拜托你平常若是去偷摕一般民家的物件，已经很过分啦。起码你的那个矛头指向我们，这样叫阮。我那边管恁整个台湾的。对。就感觉讲啊，你这样让我颜面扫地。所以讲我合理的推断就是讲后壁是安那就是。足侪人会感觉讲，台湾人会感觉讲，廖添丁一个民族的英雄，也是讲伊是对抗日本人最重要的代志，就是伊三不五时甲用台湾人的角度，就是讲伊三不五时甲日本人伫遐挑衅，迄个时阵大家拢足惊台人嘛，所以讲对日本台人来做挑衅这个动作，大家拢学了，就感觉讲足爽。伊甲台湾人民算是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对啊，就是日本政府，所以大家感觉讲伊就是民族英雄，伊的行为，阮会感觉佩服伊。若是为即摆的观点来看，伊真正就是偷摕人的物件。若是今日真正有一个人偷摕好野人的物件，大家敢会甲伊学了拍拍手讲我感觉你真好。其实我感觉讲，这是就是头前有讲过，就看伊用啥物款的角度来看一件代志。但是伊当初是伫台湾还这个案的时阵迄阵台湾人敢有才知影伊，还是敢迄几个地区的人，还是讲后来因为啥物款的原因，才互台湾人较熟悉伊？了解。一开始呢，确实是迄地方的所在人捌听过，知影讲有廖添丁这人伫咧台中，也是咧台北这两个所在人，确实有影有听到。毋过呢，就是像拄仔讲，1909年迄件代志了后呢，其实就是出现迄阵轰动台湾啊吗？算讲是轰动台湾，所以其实内底较早就会当看到这很像即马定会当看到迄通气照片，家己的相片用出来。不打紧，会当请观众朋友会当看到这重点应该是这几个字啊，就是安那，就是讲就是捕者有赏。迄个时阵日本人就是讲真正想无法，所以讲伊要除了日本的警察了后呢，伊要叫台湾的人民，你若是想要钱，你若是想要互人打赏，你就来甲我斗相共。帮我找这个人。斗找这个人，若是看到你绝对要甲官府讲，你若是无讲，互我知影，我搁找你算账。对，就是用安尼，所以讲拄仔讲的，这张相片出来，若是无熟悉伊的台湾人，可能嘛会知啊。对，所以讲伫迄个时阵开始，就是大家即马无一个明确的数字，讲就是讲迄个是普遍来说，偌济人知影遐。毋过伫日本台湾时阵，日本时代内底上大的一个报纸内底拍到即个片即个相片，该写起，我感觉讲迄个时阵绝对足济人就知影讲有一个人，日本人足讨厌伊，足对伊足生气的，就是要甲抓起来。迄个人就叫做廖添丁。咱若是后来，咱文化协会嘛是有演出廖添丁的文化戏吗？对，其实除了文化协会了后，就是讲有一个另外一间戏院，就是讲嘛是有拍伊的戏。阮拢用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廖添丁最后嘛是去互人伏法嘛，就伊是安那翘起的，其实众说纷纭。台湾人足济人吼。
知影去件代志的时阵，心情有淡薄受到影响，有淡薄人感觉足准的。所以讲，这日本报纸内底有一个谣言误听是安那，就是讲等伊翘起的时阵。有人讲啊，伊根本无死啦，也是讲伊变做一个伤名，也是讲一个继续伫人间内底甲日本人伫遐作战，安尼有淡薄仔安尼讲法。哦，延续伊的精神落去就对。无毋对，无毋对。所以讲对日本人来讲，这就是无稽之谈。啊，而且呢，若是搁较侪人为着看着廖添丁安尼情形，想要甲效法，哦，真正是会咧笑，就是。唔通过来第二个啊。无毋对，无毋对。啊，所以呢，就是伊翘起了后呢，一般的民众感觉讲，这个人真正是无简单，所以讲伊伊去伊的梦内底起庙甲拜。哦，啊，日本人就感觉讲安尼唔通。啊，毋过呢，对来讲的有一个戏剧来演的，其实迄时阵要讲的是啥呢？就是廖添丁邪不胜正。伊内底要传达的消息，就是讲廖添丁虽然讲是譬如讲，应该是讲为台湾人来发声，啊，毋过呢，上尾的时阵，因赶快不敌大日本帝国的那个威严，还是讲警方的那个制服，安尼，所以讲最后伊赶快是伏法，对，所以讲这个戏搬了是要甲大家讲。歹路唔通行，真正歹路唔通行，用这个方式来讲。这是算最早以前就捌出现戏剧嘛，所以后来咱嘛有做侪歌册啊，还是讲广播，甚至即摆嘛有电动游戏，所以咱会使甲廖添丁看作是咱台湾的一个 IP 嘛，伊不断互大家去创作、去转译安尼。我感觉会使有影会当安尼，啊，毋过我感觉讲这个问题有一个足重要会当去思考的，就是除了廖添丁以外，台湾阁有。什么款的 IP 角色人物会当讲？比如讲，你日本来讲，我若讲海盗，阮日本会当想到啥 One Piece 鲁夫；若是讲到侦探，阮讲日本的有名侦探柯南，啊，外国的有亚森罗平，安尼。罗宾汉，啊，台湾的，我感觉讲廖添丁是一个足好的 IP 无毋对，啊，毋过更加重要就是，阮要安那会当去创造，还是讲去甲更较侪台湾的。人物变成一个 IP， 真正用软实力，甲所有国际人讲，这是咱台湾的故事。因为恁咧找历史的时阵，其实嘛发现足侪台湾小人物的故事，但是无遐尼侪人知影。对。所以后壁就是靠大家慢慢甲因找出来安尼。今日非常感谢梁兄来甲咱分享这么侪精彩故事。感谢大家。嘛，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礼拜再会。1975年了，伊的抽象就已经发展出伊家己的历史出来。咱我就去解说讲伊是毋是野兽主义啦，吼，还是集体的主义啊啥。讲起来拢无变心。你无变心就真好，讲变心。